这2座特色公园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都有邀请在地的民众、里长、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有特色公园联盟、身障联盟一起来做参与式的规划设计跟票选的工作。在这个台江的这个特色公园里面呢，它不仅是有16样特色的游具，并且呢，它是一个公园兼滞洪池的功能。那这里面的滞洪池呢，可以容纳64000多方的一个蓄水量，那总面积呢有3.44公顷。那第2座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草湖寮地景的这个特色公园呢，它有0.92公顷。那这里面呢也有10几项的游具，那包含呢攀爬的树屋，还有这个有这个渔船造型的溜滑梯，还有游戏的沙坑，还有这个音乐小屋等等，都是非常具有趣味，让民众非常惊艳的一个特色公园。那我们希望在完工之后呢，加强它的夜间照明，那并且呢也希望开箱之后可以吸引我们台南市各地的小朋友，还有这个全龄化，包含老人各种年龄层呢，都可以来到这个特色公园游玩。因为其实我们安南区的特色公园目前应该是这2个是最新的，而且之前就有很多的里民一直在说，里长我们可不可以有特色公园？我觉得那现在有一个特色公园是让我们这边的住户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台江地景公园，那也很对大家的那个社会教育上方面也会非常的有指标性的，对啊。然后再加上我们那边的路很宽敞很平坦，我们以后运动也很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一个草湖寮历史公园，一个是台江地景公园，那分别是0.9公顷跟3.3公顷。那因为借着这个土地重划，使公部门也跟社区获得了一座64000公吨的这个滞洪池，还有抽水站，还有190几位的停车位，那可以服务周边的这个民众以及来公园玩游憩的民众。这个地方对于公部门来讲，那节省了工程经费；对于地方来讲，促进了地方的繁荣；对于家长来讲，增加了孩子游憩的空间；对于防洪治水来讲，也增加了周边的这个滞洪池，所以一个属于多赢的局面。那也借着这个工程预算的控制，在短短2年又7个月的时间就完工，然后又能够把工程经费做相当程度的节制，那也可以节省民众的荷包，不用远到他乡去玩其他的这个特色公园。其实这个特色公园，我觉得 CP 值已经很高了，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哦。3天前，第一个建议市府将 T 摆改成 U 摆2万单手平。伫市府引进以后，第一天就有443个站，使用人数高达418万人次，交出一张真水的成绩单。不过，等于侪人骑，相对安全事故的多。议员伫总质询进一步检讨，到民众骑 U 摆严重塞车却求助无门，到底敢有保险会当救上？我们骑着 U-Bike 的发生事故应该怎么办？自摔或者是撞到人的保险理赔要如何投保？是，谢谢一座哈，我想因为有微笑单车要加入会员的时候，它其实是为了要最小个资收集，所以它不需要提供个资，所以才需要让加入会员之后要保险的人要自己去登录个资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来宣导，也会跟微笑单车这边再来研议如何让成为会员的人能够更多的人知道要自己提供个资之后可以来加入U-Bike 提供的保险。那U-Bike提供的保险是针对骑乘者，就是借用的那个人的个人有公共意外险跟伤害险，就是说如果不幸死亡或者是有受伤，他就可以理赔。会中议员除了借出提醒骑车人爱记登录注册，单车业者都提供公共意外险加伤害险以外，不过较欠缺的就是无第三人责任险，所以希望比较台北积极争取。台北已经有了第三责任险，已经有了，对，所以本席也在此强烈的要求了，我们必须在那个第三责任险，我们也要保险。是有这个，我们也正在研议。对你研议到底会不会做，想不想做，市长，想不想做？我们第三责任险，
别的县市有的都已经在做了，那么我们没有。不要花钱都想做那你讲慢开钱，一定会开钱的，要保险那也一定无开钱。但是70%的人就不用那个啊，不用保险啊，不用缴交费用啊，本来就是免费的啊。所以我就要想说，这个保险到底要花多少钱？我要先研议才能了解它要花多少钱。譬如跟保险公司讨论，而且每个县市费率不一样哦，依照税率高低来看。另外，应控公所伫110年将正式搬到炮后，以后原地点如何活化再利用，以外嘛积极甲市府探讨会当得无票使用，包括商场甲应控里活动中心的进驻等等，初步要有再利益的经济方案。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湾黄丽鸟以台南丰富的文化资产甲宗教传统等特色，伫总日巡向市府建言，除了关心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甲传承的重要性，嘛以高雄成功以国际演唱会引进商机并经济模式，进一步希望咱卖当以在地国庄头特别的乡客甲传统文化，来发展乡客文化经济学。台南市应该发展咱的乡客文化经济学啦，你应该做清楚哈。你讲的应该不是8+9吧？不是，我今天跟你讲的就是说，你也看像白沙墩、香灯脚，还有这个大甲妈绕境，都能够吸引到将20万以上的人口。所以这个是对台南市有帮助的地方，就是台南市应该来发展乡客文化经济学啦。这几年来，我们也精进我们的努力来经营我们的硬体设备，譬如说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将来有可能也要可以办类似的演唱会，只是我们那个是露天的，不是大巨蛋。所以啊，那你刚刚讲了，但是我们在此之前，我们要运用我们自己原先的强项，强项就是文化还有宗教，就是宗教跟文化结合在一起，就是乡科文化，每三当一岛所以这部分我一定会，就是你的提点我一定会针对这部分的文化，一方面要发扬文化，一方面吸引许多人来注重这个事情。对，卖讲乡科帮人一年比一年较，一年比一年较侪人。愈兴愈好然后那是老人，嘛是少年人的参与。另外，有关天马电台基地开发，原本规划文化创意园区招商无成，看起来建设遥遥无期。嘛，因为土地已经交行中央，所以议员黄丽鸟以新任文化部长小叶过去时常伫咱安南区强大的基源甲设施，所以提出地方希望推动台语文化总部心声向市府建言。台湾新闻管制林银根采访报道。但是新营糖厂的活化案一直备受地方关心，嘛身为当地议员赵坤元伫总日巡持续追踪的建设焦点。议员指出，赖清德对市长的表明有信心、有决心，想要规划动漫园区等案，不过却持续跳票。现在做到总统，过去困难理由，现在应该有法度克服，所以要求市长黄伟哲任内积极甲中央配合，全力推动。一个糖厂活化已经骗8年，赖清德的手啦，这我绝对无加话，无减话哦，绝对大啊好难的骗8年，搁大啊说承诺，这拢有证据啦，唔是乌鸡伫遮咧动好做，这件赖清德要下任之前，我咧也去黄市长讲，黄市长嘛讲。这真正足好的建议。这个达到咱来市政府来做规划，来开发，叫做市长6档市长这2换以后6档剩最后2档，你的任期到你准讲要有所作为，我希望讲市长你专权，下落去互都发局长，无我是用安尼要啦市长无担头，局长行无路，市长敢会安尼？袂啦，我即摆就当担头，其实咱伫中央迄个
迄个中央已经会当接受，咱上一个案，伊就接起来。根据了解，新亚糖厂活化开发已经10几档过去，现在市长黄伟哲任内行到其中报告的规划已经完成，嘛算是开发有谱。局长嘛强调，台糖真好配合，嘛真有诚意，愿意迎合新亚发展的需求来活化建设。台南新闻军职林银光采访报道。旧的救命送非洲台南场的活动，为即马开始到6月2号，有计募集到1万箱品质堪用的鞋啊，2万件旧衫以及1万个包包。市长黄伟哲31日一透早，也赶到厝内底旧衫来到现场响应，同时也呼吁市民大众踊跃捐赠。鞋子整理过以后，所谓的整理过是里面有一些肮脏的地方，要把它稍微擦拭或者是稍微洗涤之后。然后整理完，把鞋带绑在一起，这样才知道是同一双，然后送来我们这边，那由志工再进一步来帮忙分类。那非常谢谢市民朋友们的爱心，也感谢国际纪录关怀协会以及慈济基金会的师兄师姐各位好朋友大的努力。那希望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近零碳排节能减碳的方式。那一起来响应。我们救鞋救命的一个慈善以及这个环境运动。除了响应活动，市长黄伟哲也特别留伫现场，协助志工朋友做伙将物资转柜。伫现场嘛会当看到不少民众揸着旧衫旧鞋来捐赠，暖暖心意，使人感动。我去买菜经过看到的，嘿，然后就想要来响应这个活动。对对对。所以你觉得这个活动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发挥爱心。嘿，市府嘛特别采购了大型的货柜，并画上台南400以上，届时将会装载着市民的爱心物资，送到非洲偏乡，予台南甲世界接轨。货柜落下物资后，也将改装为教室、诊所、教会，也则是社区关怀据点等公共设施，留伫当地使用。环保局长许仁哲表示，旧鞋救命送非洲活动。5月31日到6月2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晡3点，伫安平安逸停车场接受物资，欢迎市民整理厝内底会当用的鞋啊、春夏的服装甲包包等，伫活动时间内亲自送到现场捐赠，做伙送爱到非洲。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辅导，工商时报主办的2024台南国际绿色产业展，30日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展览结合海外7个国家，94间厂商展出250个单位，是2年来规模上大。开幕即天，市长黄伟哲、工商时报总经理王如哲、印尼办事处代表100等各界贵宾一同剪彩庆贺。请用钱，掌声鼓励！预祝2024台南国际绿色产业展开展许多厂商订单买卖。在会场中，大家看到最多很多的就是绿色能源车辆，那还有这个包括太阳能面板，还有包括充电桩等等有绿色能源概念的一些设施以及器具。这些发展都在台湾很蓬勃的发展。那在今天的开始的这个展览里面，大家可以一次看得非常非常的周全。台南是我们台湾旅游最好的一个地方，今年正好也是台南400年，在我们伟哲市长的带领之下，我想台南如同刚刚伟哲市长提到的，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低碳城市。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全世界都在讲近零排放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台南不落人后之外，每一个人我们都以身作则，让台湾成为一个宜居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年展览重点包含先进太阳能供电技术、上新的光伏材料、高效能太阳能板以及创新能源转换技术。除了以上先进的科技，智慧充电桩甲绿色智能都灵系统，也是这次展览的亮点之一。主办单位指出，展览阁特别设立商务媒合活动，总共有17间厂商参与，提供1对1专业媒合服务。互展览不仅是展示产品的场域，也是一个促进国际合作甲交流的平台。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想讲电线杆未拄着红一号，拿刀子会互 YouTuber 救起来。
把台南历史浓缩在唱歌跳舞的恋爱故事当中。因为台南400所编的雷海城电波，将在台南演出2场。透过这个演出，咱讲到一寡你伫台南唔捌知影，不过你无啥知影代志，所以内底有拿刀子，哦，内底有迄个文和孙前曲，哦，啊，伫这个我伫这个田野调查内底，我阁发现到。原来咱的迄个土土鱼鸡是西方的食物哦。雷海城电波想要传达的是，请大家记得那些我们现在可以往前走，或是可以自由在这边说话、讲话、唱歌、演戏，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有人默默的承受，然后从前辈一代一代相传到这里。规出戏内底有台语、日本语、英语等等，穿和服、洋装，拢伫同一个时空。包括着林百惠、保比楼、麒麟小房等元素嘛搬上舞台，世界拢会当看到台南亮点。其实他把一个历史的一个场域结合到台南的兴旺，去跟大家说这个台南的故事。文化局表示，这出剧完全产自在地，用在地培育的人才台语发音，邀请大家来看你唔知影的台南。台南新闻所派采访报道。时序入春，正是万物欣欣向荣，甚至传宗接代的好时机。其中位处八德大南森林公园中间的生态核心区，近来也喜迎菱角鸮、翠鸟等稀罕鸟类交客，筑巢育幼，显示自然生态维护有成。协助园区生态导览的桃园市野鸟学会也分享这些好消息，并呼吁市民朋友前来赏鸟或运动时，与野生动物彼此互相尊重，不接触、不喂食、不惊吓，保持安静，留给他们一块安心的空间。那翠鸟有公鸟有母鸟都已经到这边，之前前几个礼拜在这边完成交配。那目前他们也已经把巢洞也筑好了，在卧孵当中，预计在再过2个礼拜，翠鸟小 baby 就会出来开始喂食，所以喂食会更为频繁，大家可以在这边更欣赏到翠鸟的捕鱼的神迹。那如果在这边要想欣赏翠鸟，其实就坐在悬竹亭或者站在我这个地方，我们坐着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好的生态公园里面。如果要赏鸟或是在这边游憩行为，都要保持这个不要喧哗，然后不要在那边放音乐，在那边放音响的音乐，造成干扰。然后大水池周边的草地也是，刚才看到有黄鸡羚，还有一些小白鹭，还有一些像翠鸟旁边还没站在枯枝上栖息，也请大家能够帮忙保护它们，不要走到水池边散步。负责管理公园的桃园市府养工处也说明，当初设置大南森林公园的生态核心区，便是为了在都市中留下一片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因此，近来进入野生动物繁殖期，养工处也在部分区块拉起封锁线，张贴提醒告示，希望民众能配合，共同来爱护桃园都会区重要生态据点。野鸟通常是4月到8月，它是最主要的繁殖区，所以我们有参考一些野鸟协会专家学者建议，我们在不影响到堤防安全下，我们协助设计一些土堤的断面，供翠鸟来筑巢。然后我们也观察到，派人观察到在生态里面有些野鸟在筑巢的时候，我们会设置一个封锁线，然后也在封锁线周围会设置一些警告标语。让民众来这边的时候看到标语，能够不去打扰野鸟的一些繁殖。那我们这边也呼吁，就是民众如果在这边休息的话，也尽量配合我们的公告。大南森林公园开园至今1年多来，已然成为桃园市重要生态据点，但也陆续出现一些诱导、喂食、大声喧哗等争议行为，恐怕会破坏原先美意。因此，养工处也对此做出一系列努力。桃园市野鸟学会也与社区合作，培训导览志工，期盼透过宣导教育，打破民众对公园的迷思，增进更多人对生态的了解，进而愿意来一起守护这块宝地。我们只开放上午5点到晚上7点，供民众在这边休息。那其他时间是不开放，我们夜间也不开灯。那当然，我们也会在严格禁止各项活动在生态保护区里面办理大型的活动，以避免噪音影响到野鸟的栖息。那我们在管理的部分方面，我们也在4月中，因为有专家学者建议我们用柴油的马达的吹草机会影响到野鸟的生态，所以我们从4月中开始全面改为电动的吹草机。那大家来这公园里面，在这个时机是最好欣赏的时间，
但是也因为人潮过多、人流过多，会不会造成到一些干扰？多少当然也会。所以我们目前桃园鸟会有办了一些导览活动，就希望附近的民众都来参加，那更了解这公园的珍贵性。然后我们也在大千里也建立了一个导览的一个志工群，也希望他们培养他们能够进行解说，然后由从大千里开始，进而到大中、大兴、大爱、大华各个里5个里都可以来米民都可以来认识这样的环境。我们不要用强制的方法说你这不能讲话，这里不能大声，这个不是一个好方法。透过教育让大家欣赏，觉得它美了，它自然就会爱护它，就会保护它。事实上，当初桃园市府规划大南森林公园，便是以生态保育为重，设置了生态核心区，并以森林公园为名，而非一般休闲用公园。如今，这里不仅成为重要生态据点，更是下一代最好亲近自然的环境教育场域。也期盼民众能配合，共同为保育自然生态尽一份心力。记者刘雨婷台湾报道。台北建成迈向140周年，由于这座唯一保留清代原貌的北门城门有部分受损，市府特别规划北门修复工程，但在这之前率先开放北门2楼，让民众亲近欣赏这座历史悠久的国定古迹。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福兴国小小朋友一同登上城门，探索内部结构。从前因为张全厅的关系，所以2个不同的主题经常恶斗，所以最后会各走各的门。这就是后来台北会有5个城门、2个瓮城的由来。所谓通就是这个三通，1、2、3，三通5瓜的构造。那种三通5瓜的构造呢，在以前的木结构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做法，但是出现在城门楼就非常特殊，在有外墙2重墙，外墙是走廊，用来作为监视用途作为军事上的监视来用。回顾北门的风华岁月，邻近的福兴国小与北门相伴走过126个年头。在祈福光和仪式中，福兴国小8位学童与市长蒋万安、文化局长蔡诗平分别写下对北门的祝福与未来期许，并放入祈福时光盒中，期待往后再次开启光盒，迎接未来台北的城市发展。希望台北，希望我们再创100年的风华，迎接下一个100年。市长是台北市的市长嘛，所以他的格局呢要看得比较远。那我们是文化局，所以我们一定是从文化的角度，北门可以眺望未来，北门可以眺望未来。我想从北门不但眺望了，回顾了过去，我们未来也要再登北门来眺望未来。台北建成140年，我想用一首新诗对北门说：在历史的长廊，你坚毅不拔地矗立着，见证了朝代的更迭，挺过了枪火的摧残，从灰白到有了色彩，从拥挤到有了自己的空间，独一无二的外貌，蕴藏着几千万个脚步与回忆。在这140年的光阴里，让我们一同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天，让我们一同怀念我们曾走过的岁月，让我们一同展望你崭新的未来。北门登城楼活动到5月29号采报名制，无法登楼的民众也可以透过现场荧幕播放北门360度环景导览，探索城楼之美。现场还有展示台北建成以来不同样貌明信片盖印体验，让民众更认识这座历史城墙。记者温允俊台北报道。为了提升寿山健行的休憩品质，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启动步道拓宽优化工程，选定北寿山的部分路段重新铺设，将会剔除原先的旧步道，改用钢琴的结构方式，强化步道的耐用性。自管处自100年成立以来，陆陆续续有接管一些高雄市政府的设施。那这些设施包括步道的部分，那这些步道基本上都是采木构造来施作。那木头大家也知道，久了以后它就会有塌陷跟虫蚀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就因此就是编列预算来采分年分区的方式来办理改善。
寿山一直都有高雄后花园之称，来到这边健行的游客相当多，但因为原先的木栈步道容易遇到虫蚀和塌陷的状况，为了登山民众的安全，所以需要重新换新。这次不止改用钢构建材，还把原先1.0米宽的步道拓宽到1.5米。那其实1.2公尺是民众2个相互交错通行，没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这次改善特别将栈道的宽度1.2米改为拓宽为1.5米。那它的木材我们也采刻钩的方式，主要就是因为下雨天它会有一些湿滑。那在阶梯的部分，我们有设置了一些反光条。修建工程已经从4月底开始筹备，未来将会分段施作。要前往寿山登山的民众需要注意一下，部分路段会遇到封路的情形，但也不用太担心，还是可以依照指标绕道前往目的地。我们这次的施工期间是4月份开工到明年2月底。施工期间我们会采分段施工，我们的步道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我们这次施工也是采区段做封闭。那其实民众他可以依照图示，上面都有图示，可以请他绕道而行，就可以到达他想要到达的地方。整个道路工程将会持续到明年年初完工，总计长度达到1000多公尺，未来将会让寿山的登山体验再升级。记者孙君高雄报道。大姐，那个来看摄影师看背。